从今以后，我要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了。虽然很害怕，但我要带着妈妈教给我的智慧，勇敢地走下去。由公共电视台制播的《台湾特有种》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评选为5星优质儿少节目，努力能被观众肯定，让节目制作团队相当感动。因为儿少节目一直都属于边缘，然后一直努力是很少被看到的，所以有媒观会能够愿意来20年来做这件事，非常的感动。感言就是很感谢评审的肯定，尤其我们的儿少评审奖我们有入围，那我觉得因为一直做这节目，一直不知道观众在哪里，然后能够得到观众的肯定，当然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感谢所有一路上支持这个节目的团队、顾问，然后主持人，还有参与这个节目的小朋友们。台湾特有种的初心是希望做一个很亲近、轻松的生态节目，让大家能够知道，然后也希望其实背后的精神更是希望能够鼓励在升学主义下的年轻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能够坚持下去做自己。优质5星儿少节目制作内容精致，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媒观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5星奖活动，一起从儿少视角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